所长，各位广播电台，大家早安。愿何师早安。欢迎，现在是在我们来跟爱友呢，我们就起码大家活动健康这种事呢，这个经验这种很自卑。然后上天的自己呢，有这个经验，比我大家会当中去做，大家呢互相大家坚持，这都是上天自己多数方自知自问为老大家的改变，现在去参照这个经验，要有人修，因为大家拢有找到这条路，拢有找到这条路，有找到这条路呢，才可能正确。因为咱老修做的人呢，已经达到已经习惯自己，习惯自己。那中间较老就欠点，多欠一点呢。欠一点呢，就无习惯自己，这个人佫较老就欠一点。这点呢，互咱找着，拄好习惯自己，安尼才有用灯地方，交灯地方。这条路若无，这条路无咱得着呢，咱要这个地方真困难，因为呢，这点这个甘露啦，过去若8月15，咱人为了是圣诞节暗，讲快当得着这点的甘露，现在老师咧讲，若得着这点的甘露呢，讲就会当将心温暖啦，安尼。我讲安尼其他的遮尔大，拄好好食，拄好有法度头壳翘翘，这点我看就咱会出来啦，这我嘛困难的安尼安尼。以前人咧讲的皇帝，这个皇帝皇天下之灵，就是呢，要传这个建法，这点的甘露，就是要得到这点这个甘露啦。若得着这条路呢，就是传自己，安尼啦，我都真，安尼啦。所以讲咱这个是传自己话唔知，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北斗7星啦，7条星，其实呢，北斗呢虽然看到这像人的影片，虽然讲这点是人的这点大点，叫做呢高的星，拢是咧讲咱的技术，拢是咧讲咱的技术，因能3、4、5、6、7，这看到没看呀？后边有3大小这个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也跟大家看看，把再老的车啊，多从大家帮忙大，你再不去了，那看不懂的，不管是看了好看，我大家做的，因为大家自己看，如果他比大家自己用，比现在好的用方法。咱在外面还是修的我比住，这个别人住了怎么看？你说这个别人住了，那我你这个别人住了，那我花这个住，别人住了，咱来住去。你讲这个别人是短视频，咱不差样，我们来说人家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优势一些年，高啊，你说到自己来经济呢？这种有看它接触的人，所以说感谢的人，但是有些这个呢，我在多久呢？老是这样感受他，但是有一天都他呢，但是感觉他风这个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个这个啦，这个啦，这都是咱经短视频平凡的啊，这个会有它不能来也不能。这个应该比较原因就是重心，因为你看，今年做你看，我来说你这个原因就是重心，他们说的我来说很多这些是不能，所以说呢，还是不能看出来，他说他的理性，他说他的耐心，有他的这个，也在我把。不管他讲话，他这个讲的是反正东西，这个是讲我看，我这个有点习惯，拿东西的东西当多余，拿东西不然你会咱们要好好
摸索，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在那里面去喜欢就好了。所以说我们要拉紧啊，拉回去，拉紧后，拉紧后面，你看中间的进去，后面的来了，减低减压下，光进改进，改进后面，后面看这个那都可以买，那什么那种好像呀，现在是干嘛用？那是说这是什么？有些人他上班，有些人我来看我都下来，这种是热完了，把开去，但是我们的经济就是，现在回来这种就是，要用在这种，把它来做很多，是吧？来做这样，都在来做来了，有多产品，那也起码是产品。当然，现在这个都不难。你的这个该对它的这个什么问题？你这个该给它来但是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你跟他说他已经都没有问题，那后面我看看在说呢，那后面呢，在他因为说来，他这个来工具呢，但是你的规则呢，但是这是你的利益上的。那个最麻烦的是，挂进去就是它挂好半天哦，都挂好半天。你第一个就是那个，那个你看，你得稍微我有困难，先不别去这段时间就每一天有一什么现象也是冬天他给他们说配角，所以咱这里咱是使用的一五年，新生代的新代的都在那里头，我在讲上面就没错，这个都是已经说在新代的，这个是说配角，我看这个信息中这个我们喜欢它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比较多经济这个好，其他都比较容易的，你看说咱们就可能你应谁是不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他说他会经济高，就跟前期这样对吧？他说在这个地多他也是好的，他也是好的。想回来，我看现在家都或者比较给，我不想到处，我刚刚说，他好像是手里，他听了，他就到处到处说他两个到说呢，可怜可怜。因为以前的一些问题，那美国本来都提出都是已经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说你去影响，因为当这个到问题还可怜到我说不难，没有在就是已经变了，你说到底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给了安这以前的人我按这样从高到科学安静看这里啊，这里来分析啊，这后面要不然不敢看。他这个东西，他讲的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是新的收入，收入56年所以呢，我们不敢说一定给一个某个基金。因为忘记你不理还是我记得你忘记，我记得我哪里你这个人家有你就你看呀，那个新高上你大概是哪里出来的？因为原来在哪里？以前我在哪里出来的？在中国地区在这个我去看你今年6年我很多的人到他们就是到科学，他们技术有些学位，但是这两个
理由你买的，他现在现在打到不见了，那你过后他就拿来做先做完了，还有我们第三啊，你在这里我们要的就是关键，我做他在开会，如果他们自己选出去开会，应该会找他开会，或者还在做好些东西，这里的太多了。他在没有提不然，然后我就搬单，后来让我就搬单，所以说是提不然，加上再我做五单，再我做3单，慢慢不到我们就在这里面，一不能，现在不能，我还是很多我就是他们有点，在这里以后，你我到里面要对这个你当这个，在这里我们也是有。独立的，独立的话，他的有的也是独立的话术的，这个呢，你这里来找我的，这个呢是出来，你在中国，那几个人的构筑你看呢，这里打开用一点点，都在漏水，那个电管，打开后，不了，让它生产就是一漏水，打开后，它呢都一毛不用到，包括这个。经过这种逐渐这个现在是搞到哇，他们讲的不是很多有，那现在都关注过来我大家现在知道了，现在都有看过但是不太你在听到或者是小心越改变，越多要喜欢，或者是我的他都是好的。当然是有，现在他本身所的一个就是在那里面，他接受了他他我把它继续看，这个看有3有钱，你公平的，因为我今后现在多股的，拿来决定这个拿来让人放钱啊，你看都是你看看这个是说，你300他几个水后票，拿来决定了，就看这种来了，你看看就可以了。所以他觉得然后不够标准，讲的有些不标准，他当然是这样，但是怎样现在写的多少，这写的多啊，一斤写的多讲，他就写太多当然这写来的多呢，这个写的几乎的，这些他们讲写的干嘛不多，他这写多大家很难吧，今天讲，那我好的，我都不难。这个来报这个报告要好多以后来挖掘它的理由说的好，他到未来现在可以看好，一直说要一开始安装我们的比较简单都重要所以说其实这个现在有的开始出来的高标，这个看我你看我这个东西你到未来一直设计现在讲到它也要求，这个上百分高往下，高点往下，当然不可能反映这个干所以说属于干你不可能就是干它只有看它你大的偷偷的心，偷偷的跑，它都可以在工厂咱们也到其他都别了。他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家庭去拿去手那我这里为什么他的技术大家在这看？他说对，咱这要是不老后这比较要是3年来好，现在刚出去大家所以要多方面东大我都是现在所以说怎么看他够他家高压这个他多里面把他多里面一般来讲，家是不能高家的好像那红的嘞好像哇，你看来好也有这个东西说呢，大家画的这个里面我看他后来他是如何哇，这些他可以画的，所以说他咱们不要说到这个东西，这一条是什么呢？然后后来的所以说，
完全他的本来以后，然后呢，以后我家里头还有其他人，他们是他说我这几年呢，他家里头呢最主他们去他这个牛呢，然后台湾的金瓜厉害的为主的，都在学校里头家里来，但都是给人家他们说我在学习中呢，给上好吧，上好吧，所以他们在老师在大班部的，在大学在看多班在边教室一般都是5个人来的，他这个这都是大学看我这都是特别丰富的，特别丰富的。他们说呢，大家这个丰富的，按说台湾这个按说这些这都是以前的。历史我说本来是新加坡的，我觉得他的历史这个问题，这些古代起来的背景这些大家的背景，那你这些大家的背景这部分对我们有这种我们对做成主你看我们这部分知道有些地方，首先大家历史可以当成是当成是历史的一个历史的，跟我而且在简单的现在都要有比赛吧我叫它的过来在国外这个东西经济的所以我比较大的过来按照这个时代的这些不会讲不会去干这个这个包括你看这个最大多的现在也是有的，这里可以搞不到家的不怎么多的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用包括这个就是东西然后再我们再